哎，你们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当然是音乐学院了。咦，走。哎呦！啊！Hello， 喂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电竞专业的天选四子，站在旁边的那位是我们的学霸陆景。大家练琴练得一定很累了吧？啊，接下来啊，就让他给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个人表演，大家掌声欢迎！周周，你不是说他五音不全吗？好熟悉的旋律啊！35号 D 大调，当时我创作《约翰密》的时候，就是以这个当做创作灵感的。哎，拉得很好听哎！哎，陈姐，